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郭偉成。馮檢基。好，咁我哋繼續翻咧，我哋上一條片嘅話題啦。我哋上一條片咧講咗施政報告嘅一啲房屋政策嘅評論嘅。咁今條片咧，我哋就講施政報告其他有關民生嘅內容啦。OK。因為阿李家超咧就講改善民生咧係佢嘅終極目標。佢今次嘅施政報告嗰個兩大方向咧，一個就係經濟，一個就係民生。咁我哋就不妨討論一下民生啦。咁民生方面咧，長者嘅一啲嘅福利咧，就一向都係香港最大嘅一個福利嘅開支之一嘅。因為老齡化嘅同埋少子化嘅兩個衝擊之下咧，香港個長者問題咧係喺未來咧係好嚴峻嘅。特別咧人口普查咧都有講過，去到2046-47年咧，就每3個人咧就有1個係長者喎。對呢個20年後喎。係啊，但係依家都係，喂，都唔關我特首事啦。但係我哋政府要有長遠嘅計劃㗎嘛。咁咧佢就喺長者方面咧，今年都有一啲動作嘅。係。咁啊，主要係新增一啲700個嘅安老宿位啦，4000張嘅長者照顧券啦，1000張嘅院舍照顧券，再加多個3個長者鄰舍中心。之後咧就係擴展廣東院舍計劃，去到24間，即係意思係叫啲長者返大灣區安老啦。咁呢幾個長者政策嚟講，基哥有咩評論呢？我就覺得除咗你係叫啲長者返大灣區安老啊，嗰個數字係冇講出嚟啦，亦都可能係無限啦，因為你1萬個甚至唔知幾多10萬個都可能去得到都唔定啊，都可以收納。但係喺本港嘅對貧窮長者嗰個嘅數字咧，係千聲啫喎，即係全部加埋都係即係1萬以下。咁你相對你話俾我聽，你又話俾我聽20年之後咧，我哋好勁啊！即係3個有1個啊，3個有1個即係幾多啊？我哋而家有700幾萬人，即係200幾萬長者。冇錯。咁你千聲叫做咩意思咧？肯定係喺呢一刻嚟講咧，我哋都認為唔足夠啦。首先第一個咧，其實政府嘅政策咧就係希望居家安老嘅。居家安老咧，其實就係主要政府政策啦。其實所謂去大灣區安老咧，我諗接受嘅長者唔係好多嘅，甚至有啲長者咧，即係希望喺自己熟悉嘅環境熟悉嘅地方，例如屋企附近啦，屋企周邊嘅社區啦度養老安享晚年噶嘛。呢啲去大灣區咧有幾種情況，一嚟就佢係好喜歡內地嗰種大啲環境啦，二來就係有啲仔女照顧唔到啦，不如嗌佢去大灣區，即係嗌佢返鄉下安老啦，依類情況嘅。所以你話嗰個大灣區安老個吸引力大唔大咧，就不得而知啦。但係就我都認為居家安老咧係一個首要做嘅嘢。咁所以係咪喺未來？或者唔好未來添啊，即係而家嘅施政報告裏面有啲嘅被剝晒除啊，即係立法會仲要辯論啦，仲可以再修改噶嘛。咁係咪可以呢一方面能夠多啲着筆落墨，甚至多啲嘅政策，唔好講錢先啦，政策係可以幫到呢老人家咧。另外長者方面咧，其實今年都有講一啲關於照顧者嘅一啲嘅資助啦。其實大家都明白，其實居家安老咧，甚至係長者嘅安老嘅服務咧，照顧者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。即係特別依家香港嘅預期壽命越嚟越高啦。甚至有官員又話120歲都係中年啦。即係意思咧，即係話而家未得係嘛？係啊，依家未得嘅。但係意思咧就係話，老人家去照顧自己年老嘅爸爸媽媽咧，其實係一個越嚟越普遍嘅現象。呢個叫做以老護老嘅一個現象越嚟越多。咁喺照顧者方面咧，政府今年都有再增設一啲資助啦，同埋一啲嘅資源咧落去幫手嘅。咁呢個當然係希望越嚟越多啦，因為照顧者一旦咧即係失去咗支援，隨時咧同個長者咧其實有啲不愉快嘅事情發生嘅。其實近年嗰啲悲劇咧都係越嚟越多。既然講到長者咁健康咁威武啊，即係120歲就係中年。但我暫時都未睇到邊幾個人有120歲。咁會唔會係另外一個？其實好多國家都做緊㗎啦。我哋10年前啊，我哋去立法會啲團咧去探訪下日本啊、韓國啊、台灣都有嘅。你鼓勵啲企業啊，係聘請啲長者，即係話每一個企業聘請長者，你減佢稅啊，或者甚至每一個企業你聘請長者，你有啲某種優惠俾佢啊。咁令到啲長者喺佢仲有能力嘅時間都可以即係
入翻職場，響在職去做嘢，自己賺到錢啊，養到自己啊。同意嘅。所以未來長者嘅喺社會咧，其實就未必係一定視為一個即係包袱啦。除咗照顧佢之外咧，啱啱基哥所講，佢都可以產生一啲嘅生產力、一啲價值。所以政府喺呢一兩年咧都係講緊銀髮經濟就係咁嘅原因啦。不過銀髮經濟唔同喎，銀髮經濟係賺啲銀髮錢咯。咁佢都要有收入先賺到佢錢㗎。有啲我哋嘅銀髮都唔係窮晒㗎嘛，其實相當多。即係你任何一個行業咧，包括你啲賺好多錢嗰啲行業咧，都會老㗎嘛。老咗之後你可以使錢咯。咁你去買引佢買呢樣買嗰樣咯。特別啲長者要用嘅，譬如啲架啊、啲電動嘅輪椅啊，一定賺到銀髮錢嘅。呢個亦都人數都相對地按比例增加緊。係冇錯，除咗長者之外咧，其實扶貧咧，政府都有喺今年嘅施政報告提及啦。但係個字眼咧就篇幅唔多嘅，主要嘅一啲扶貧咧，佢就話繼續精準扶貧，強化共創明天計劃啦，同埋向兒童發展基金咧注1.8億減少跨代貧窮啦，增加社區客廳等等嘅一啲嘅政策咧，就作為扶貧。就咁睇咧，好似好少喎，唔係好足夠咁喎。最基本上係透明度低啊，即係你話扶貧精準，我點鬼知你精唔精準啫？你自己政府話乜就乜，咁你話乜就當精準。即係你話俾我聽個客觀情況，而客觀情況之中，包括有數據有事實證明某啲嘢貧窮，於是你就針對嗰啲貧窮去做啲嘢，咁於是咪精準咯。而家你話自己精準，咁就當精準。咁以前咧，我記得我喺立法會年代，喂，年政府有個扶貧報告嘅喎，有個嗰啲嘅扶貧數據嘅喎。而家入邊啊？咁有數據有清楚嘅時候，你咪睇到，喂，大家都會俾意見啦。喂，長者係喎，傷殘人士係喎，智障人士係喎，咩啲單親家庭係喎，等等啊。你可以按事實去精準啊嘛。而家就唔知咩事實，你去精準，我覺得呢個係唔能夠收集即係大家嘅意見而俾建議你。喂，我哋俗語多一句啦，3個臭皮匠，一個諸葛亮，你一個諸葛亮都唔要。冇錯啦，所以咧，其實我哋都有建議過咧，就係希望政府咧盡快訂立翻以相對收入為基礎嘅貧窮線啦，同埋推出翻一個叫做香港貧窮報告俾公眾去參考。首先第一樣嘢，梗係好似基哥所講，你依家係冇一個參考嘅數據啊嘛，冇一個客觀嘅事實俾大家睇啊嘛，你就自己所講嘅精準咧，其實就係你嘅主觀精準，就冇啲客觀嘅數字俾大家一齊去參考嘅。政府其實絕對有人力物力做得到啊，以往都係年年公佈啊，但係依家點解唔公佈咧？係冇做喎，冇嘢公佈，冇嘢公佈咁啊慘啦！呢個問題咧，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咁嚴重，你就話冇嘢公佈，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夠好咧，已經做得足夠多咧？其實而家個貧窮情況同以前嘅貧窮情況，我覺得有啲質嘅變化。以前嘅貧窮情況，你真係揾到嘢做啦，做嘅嘢個收入低啦，或者你個背景基本上要你照顧家庭，譬如單親家庭，你根本冇能力、條件、時間去做嘢啦。咁而家嘅情況唔係喎，而家政府又話：喂，我執10間嘅餐廳酒樓，我有15間嘅餐廳酒樓新開。我哋嘅 GDP 咧係上升緊，我哋嘅平均收入都上升緊。喂，香港富裕咗喎，貧咩窮啊？你點答嘅咧？呢個咧其實好多市民咧同我哋反映都話，其實香港所謂嗰啲嘅數據提升咗咧，但係佢哋嘅體感咧係感受唔到嘅，即係佢哋仍然享受唔到嗰種經濟提升咗帶嚟嗰種嘅福利，同埋佢嗰種嘅享受唔到個成果。第二就係佢哋覺得冇信心去用咁多錢啊，即係佢哋個消費個信心仲未翻到嚟，所以佢哋傾向咧有錢都放喺個袋度儲埋先。其實基本上香港而家嘅經濟發展咧，或者係上升咧，同過往嘅經濟發展上升係唔同。過往經濟發展上升咧，基本上係大眾化嘅，即係一般市民嘅收入上升。於是你攞到嗰個 GDP 嘅平均數咧上升。而家咧就唔係啦，係某一啲行業佢嘅收入激烈地上升嘅，升得好快好多。AI 啊，譬如係科創啊、AI 啊、金融啊、貿易啊嗰啲，話佢平平砰砰又，譬如佢由2萬蚊升到4、5萬咁樣，但係我啲咧由2萬蚊得翻1萬，咁佢就填咗我個數喎，佢就上升咗，佢就發咗，大佬我係慘咗窮咗。咁呢個狀況咧，其實個貧窮情況係更比過往嗰種貧窮情況個底質本質係不同啊嘛。咁你有個數字，你咪掌握到邊啲地方出現呢個問題，咁你咪精準咯。你而家就你可能知道，你可能好精準，
但係我哋點俾意見咧？嗱，當然如果我哋都睇到呢個問題嘅時候，點解政府唔話我哋聽咧？同埋呢個可能就係特首咧，好喜歡用一個詞語叫做經濟轉型啊。佢就話依家個香港經濟咧，就將喺個服務業咧、飲食業咧、零售業嗰啲旅遊啊等等咧，就轉型到一啲創科啊 AI 嗰度啦。咁當中轉型嘅期間咧，就一定有一啲叫做人掉咗隊啊，佢係咁嘅意思。喺香港嘅情況就係佢哋冇辦法急速由一個侍應生轉做一個做 AI 做創科嘅一個工程人員啊嘛。咁你點樣協助佢轉型係一個問題啊嘛。即係你唔可以將一個大環境趨勢就話政府香港整體經濟轉型中，所以大家要接受呢個現況。難道係叫佢哋喺香港經濟轉型期間喺屋企瞓覺嗎？佢哋都要去食飯㗎，佢都要去工作，佢都有一啲生活開支要使用㗎嘛。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。如果趁呢個問題，我哋乜嘢帶入去同勞工點樣處理，係咪有啲嘢可以喺咁嘅狀況之下，勞工上面有啲政府補下鑊咧？冇錯啦，即係講翻依家香港嘅就業情況啦。最新個數字咧就2025 8月嘅數字咧，就失業率咧就升到去3.7啦。對比喺以前咧，其實都算係低嘅一個數字啦。甚至咧有啲行業咧，例如飲食業咧，去到接近7%，絕對咧就係唔低啦。喺飲食業嚟講，有好多街坊同翻我哋講都話喺佢本身做侍應啊嗰啲等等嘅工作咧，都係難揾咗工嘅。其中一個好主要原因咧，佢哋就話自己某啲嘅工種咧職位咧俾外勞取代咗。所以咧喺今年施政報告咧，政府都有講關於外勞嘅一啲政策嘅。當然佢寫就寫到好美麗啦。佢話一定咧就要去保障翻本地勞工嘅。但係咧佢嗰個補充勞工計劃，即係外勞計劃咧，就仍然繼續溫緊，即係冇話佢冇去到某個數就取消或者中斷佢，冇嘅。佢只不過咧喺某個工種咧就加多啲要求咁解嘅啫。同埋佢話會大力打擊非法勞工，同埋咧去加強執法咧，即係一啲不良僱主咧假意去請本地人，其實咧就係為咗符合請唔到本地人個要求咧，就去請外地人，即係泛指係內地勞工啦。呢個咧佢係話會加強打擊，但係咧本地勞工最擔心個問題咧，話你外勞計劃會唔會有個上限啊，或者會唔會你幾時幾刻會有個檢討中斷啊，就冇講到。所以我睇到呢個勞工問題咧，就係兩大問題啦。咁第一個問題當然係失業嘅問題。即係話有啲嘅行業咧，好清楚咧，佢嘅失業情況比較嚴重嘅，提到飲食業啦，好似建造業都係差嘅。咁即係話特別差嘅行業，政府有冇一啲嘅諗法去幫呢啲失業嘅工人，透過咩嘅方式，譬如再培訓又好，咩都好，係可以幫佢揾到工啦。呢個第一個。第二個就係話，而家對呢啲嘅失業行業，我覺得有時政府嘅回應咧就係你唔知開心定唔開心，定係鞋一聲，譬如話喂。有人話我呢排我成條街嗰啲餐飲業都執咗喎，咁樣啲人就走咪出嚟冇嘢做。咁跟住政府話唔係喎，你執10間嗰度開多12間喎，你係執咗呢間咧，佢開多幾多間？我開嘅數字多過你執嘅數字喎。咁即係冇事。咁但係講嗰啲工人一路都睇到咧，就係我係由全職變兼職，兼職變冇嘢做。咁呢個亦都係事實。真係喺呢個情況下，點幫到呢啲失業工人咧？第二個情況就當然就係話，政府講出嚟咧，特別係特首立法會講出嚟咧，個邏輯就啱嘅。即係話有啲工種真係揾唔到喎，揾唔到你唔去請外勞嘅話，咁呢個工作或者開唔到咯，開唔到係咪經濟上面發展少咗個環節？第二就係佢唔係淨係請外勞噶嘛，你係2對1噶嘛，2個本地人1個外勞噶嘛，咁佢哋都要請本地人噶嘛，咁變咗係咪你都要俾佢請外勞啊？咁請外勞又唔會壓到呢個本地個，因為佢人工係中位數噶嘛，咁中位數一半高過佢，一半低過佢，咁呢個數字都合理噶。咁點解唔俾咧？咁呢個邏輯就好似好好合理嘅。但係咧，啱啱基哥所講咧，嗰個2:1咧，其實當中都有啲水分嘅。因為其實有啲公司咧，其實都會出一啲好蠱惑嘅招式啦。所謂2:1咧，嗰個2咧，佢就冇要求佢係一個全職啊，定一個半職，就係總之佢有一個叫做本地人咧，佢都可以請到一個外勞噶啦。但係嗰個本地人咧，可以係只一個禮拜只係返幾個鐘頂間嗰啲嘅半職嚟噶嘛。
但係嗰個就用嗰個外勞咧去做頂埋佢嗰個兩個本地人嘅工時，某程度上咧係嗰兩個本地人咧賺嘅錢咧同埋返嘅時數咧係低咗嘅。即係話咧，即係嗰個所謂本地人兩個先能夠請個外勞咧，嗰兩個嘅本地人咧，佢嘅定義你係有呢份工咧，唔係所謂全職嘅，俾一日8個鐘咁。係，你可能只係返到全職嘅某個比例，我舉例啦，可能係8成、7成，係，咁就當你係全職㗎啦。咁其實你請呢個本地人咧，只係俾7-8成人工佢，咁即係你人工係少咗嘅。咁但係我請個外勞咧，佢係做足外勞咧，可能做9個鐘頭、10個鐘頭喎。咁倒翻轉頭，佢多嗰幾個鐘頭就係填補你香港勞工所謂少咗嗰個比例嘅數字。咁呢個就令到咧本地嘅勞工咧嗰個賺錢翻工時間少咗，賺錢少咗。咁呢一個問題啦。第二就請人嗰時都古靈精怪噶嘛。係啊，即係好多理由可以唔請你噶嘛。就算你本地人嚟申請。見你喂呢樣唔得，佢又唔妥，佢又唔掂，唔請咁啊！咁當然仲有啲所謂古靈精怪嘅方法，就係話你請你做咧，你做嗰份工咧，譬如我做廚房嘅，咁我咪喺廚房度做咯。張三公司啊，茶餐廳，原來唔係喎，今日咧張三餐廳 A， 聽日咧張三餐廳 B， 後日咧張三餐廳 C， 就只係做2個鐘嘅啫，跟住另外2個鐘唔俾你走去請啦張三餐廳 D。哇！咁我呢個人咧就走去哇，頭都痛啊！走到我都唔知喂去到邊度，聽日邊度翻工啊？係咁嘅問題嘛。冇錯。另外咧，其實啲香港老細真係都唔知係一個優點定係缺點啦，就好醒目。只要咧你一日嗰個外勞政策咧都可以俾佢繼續輸入咧，佢就總有方法咧令到自己請唔到本地人。因為即使勞工處話去加強執法、加強監管亦都好，你點樣控制一個老細一定要請呢個本地人呢？即係例如今日見工見10個本地人都全部唔得嘅，你如何去判斷呢10個本地人真係個老細係蓄意唔請啦，定係佢真係本身就唔啱經驗啦，定係佢嗰個工種嘅技術要求唔同啦？呢個真係好難執法。如果你真係要每間公司咁細緻咁做咧，你人力成本好高啦。呢個我覺得唔現實啦。第二就係咁啊，嗰個老細就話：喂，我請咗10次啦，都係唔啱喎。咁你可以俾我請啦。咁啊，順理成章又請翻內地嘅勞工。咁呢個咧就係本地勞工啊，真係點樣保障咧？真係保障唔到喎。你去到咁細緻嘅位嗰度，係咪先？呢個就係好明顯反映咗特首嘅價值觀、邏輯、諗法係正確嘅。不過我哋中國人都有一句諺語咧，就好啱呢個情況嘅。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，冇錯。點咧？所以咧，特別喺有啲即係唔同嘅聲音咧，就話特別喺失業率極高嘅行業啦，好似啱啱我所講飲食業咧，係咪可以暫停咧？即係唔係話你中斷咗佢以後冇得入，但係喺依家咁失業率去到接近7%嘅時候，暫停咗佢先啦，只准某啲行業淨係請本地人。嗰啲老細冇得去左揀右揀，或者去等個外勞過啦啩？除非你真係唔請嗰個人啊，自己落場做埋啦個老細。咁係咪呢個情況令到老細冇得咁樣走正面嘅時候，先可以暫時緩解到我哋本地勞工失業嘅問題咧？呢個其實政府都值得諗㗎喎。大橋啦，政府。其實特首喺施政報告咧講咗幾萬字啊，講咗成3個鐘嘅，但係我哋就係挑選咗我哋認為重要嘅政策啦，而且我哋講完之後咧，都發覺啲政策咧係可以進一步去改善佢嘅。希望咧特首就都聽下我哋意見，又聽下民間意見，聽下唔同人士界別嘅意見，去睇下點樣去再改善佢，令到呢啲政策咧做得更加好。希望特首真係可以打開心扉聽下各界嘅意見一齊去為香港咧，即係創造更好嘅明天啦。譬如今次嗰個施政報告，特首都話會係聽各界意見啦。其實所謂各界意見係指邊幾界咧？係咪有啲限制嘅咧？即係你請就係界內，你唔請就界外。其實好多界外嘅人士咧，都愛香港，睇住香港嘅發展，甚至佢一生一世都係喺香港居住，係好愛香港嘅。呢啲人嘅說話，你聽唔聽咧？咁我哋呢條片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